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，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人。好朋友，咱今日研究一寡古早俗语。你像讲日本时代有一句话，讲叫做5时做药，6时做酒。这句话5时甲6时比拼就是5点甲6点。有的青草啊吼，5点的时阵你去烤，采收起来拄啊好会当做药。结果吼过了时，过时袂啦日，无人要买啊。日头落山啊，6时只好做酒啦。这表示啥？表示一时风驶一时船，时机变化无同，物件的价值当然都无同。吼，讲到这个5时、6时，这个5，就是用白话音落读的。这2、3、4、5的5，古早俗语有几落句，拢甲5有牵连。你像讲日本时代讲完啦，换来讲清朝时代。清朝时代有迄款人专门咧放5虎利，啥做5虎利？这毋是咱今日讲的哦。但係你大书店内底落去查就有啊。就是讲我若甲你借100啦，借100，我将啊100我都互你就好啊，毋是啦，我将来比拼啦吼。我甲你借100，一工利息5块，哦，安尼就当来啊呢？毋啦，一工利息5块吼。我若今日有在条行你5块，明仔再行，后日无在条行的时阵，头前这2工利息拢拍拄上，无准算就对啊。所以这叫做5虎利，当来啦。啊，清朝时代就收了兵啊来台湾。结果，领着薪水，领着月金，咧放钱或者是艰苦人，所以或者放5虎利。大历史书典内底都有记载这款真残忍社会作风，甚至嘛有人写汉诗咧描写这个代志哦。搁将连讲要搁讲互你听。啊，搁有另外一句，这较早的歌，差不多60年前一条歌叫做5字啊，我也真勇气。啥做5字啊？这原来典故，无讲咱唔知啦。这条歌的主唱人、作词家。文夏老师，较早少年的时阵吼，谈恋爱有迄个汤干蜜甜所爱的人来相找，结果伊学生咱嘛知影，伊学生有文香啦、文英啦、文卓啦、文夏4姊妹啦，因就淡仔伫咧会啊，讲老师迄个5字啊，过来找伊，啥做5字啊？原来文夏老师伊本地有一条歌。或者心所爱的人，对啦，这个5字啊，就是表示心所爱的人啦。所以吼，连讲咱现代社会，原来会当重新提出来应用讲啊，迄我的5字啊，心所爱的人就是5字啦。啊，同款台湾话就是我心所爱的艺术，台湾歌更加是我心所爱的歌啦。